Testing 1 2 3。係咪開始咗嘅你？應該依家睇睇先我哋。啲帶未啊？你冇俾佢鏡係。如果攤一有2-3秒喎。係，咁咧因為 Facebook 咧係有啲咩嘅，係，咁今集咧 Frankie 牧師檔案室咧就好快開始啦，咁咧就係講下呢一個Frankie 牧師檔案室，我打埋個題目，當基督教。當基督教遇上外星人第一集。係啊，真係。咁即係意味住我哋有第2集喎。係啊，冇錯，係啊，所以先。係咁，但係依家咧最需要咧都係要將啲 link 係將 link send 出去先，係啊，所以咧俾啲時間先。係啦，辛苦晒。好，咁我哋準備啦，準備要 send 個連結出去先。睇下 send 唔 send 到先。得啦，你都可以 send 出嚟，你入到去 Facebook 就 send 咗出嚟。咦？唔係2-3秒。啊！佢延遲咗好多。5-6秒。係啊，係啊。咁咧，各位弟兄姊妹啊，稍等，咁我要將個願主因為平安與你同在，咁又到咗 Frankie 牧師檔案室。咁咧，今集咧就係講關於話犀利嘅，就係依家近月好熱門嘅外星人啊！當基督教遇上外星人，咁咧就所以俾少少時間咧 send 個連結出去先啊！我哋要 send 啲連結出去俾啲時間我。有成5-6秒嘅。係啊，都係真，要有啲時間俾佢，即係佢 delay 咯。因為太多啦。你 send 唔 send 去協神嘅群組啊？我 send 去協神。未 send 啊！呢啲咁有權威性嘅人。神學院。哇！好犀利啊！校友會都 send 埋。咁咧今日差唔多我哋3點鐘又係 Frankie 牧師咧檔案室嘅時候啦。咁咧今日咧好感恩咧，我哋就係可以同咧就係、即係顏思賢教士阿 Samson 咧同我哋一齊去分享下呢一個題目喎。話依家即係城中咧就好熱，即係好熱話呢個題目啊，外星人啊。咁咧就咁當然啦，就即係。我哋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嘅，咁咧大家放心，我哋唔係沒的放矢咁吹嘅，都係有一啲嘅資料啦。咁我哋一陣會詳細講下，究竟基督教界或者科學界啦，可以咁講，
或者啲工程界啊，即係唔同嘅界別嘅人咧，究竟佢點樣去睇咧？呢個外星人咧係咩嚟嘅？係究竟係咪真係有外星人？外星人係咩嚟嘅咧？點樣解讀解釋咧？咁我啲小弟咧就會將坊間同網上 YouTuber 啊、學者啊、神學家提出過嘅論點咧，將佢哋歸納咗係七個講法，一陣間咧就會講㗎。咁但係咧，因為時間關係，因為每一種講法咧都有好多 reference 書啊、YouTube 啊或者係 website， 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大家放心，我哋係有第二集嘅，因為第一集咧係我哋豐富啦7個嘅講法裏邊嘅頭3個就喺第一集，咁啊4、5、6、7咧就留翻下一集再繼續講，因為實在太多資料啦。咁其實我哋啲資料未齊嘅，仲不斷咁加上去。咁我哋講咗第1、第2、第3個嘅，依家普遍喺 Internet 喺坊間啊，所謂究竟啲人點樣去理解嗰個關於外星人係呢樣嘢咧？就係有我歸入咗7個，咁大家只係講頭3個嘅可能㗎嚇，所以請大家咧就俾啲時間咧就耐心聽咧，我哋分幾次去講啊，要係啦，你咪都差唔多將啲連結去咗唔同嘅群組度㗎啦。係啊，冇錯啦。咁今次嘅題目產生咧，我諗一定要多得呢個美國政府佢披露咗好多關於外星人啲資料出嚟，咁以至到咧坊間啊各方面咧喺呢個嘅討論都非常之熱切嘅。冇錯，咁同埋咧就即係正如顏教士講啦，咁你頭先問我點解要講呢個題目咧？咁大家見到幅畫係嘛？見到呢個 PowerPoint 上邊咧有一間教堂。跟住咧行好多人，跟住有個人揸住本聖經指向個天，有啲飛碟啊 UFO 啊，係非常之咧，即係呢個好大嘅震撼性㗎。係啊，即係嗰個教堂上邊咧有個十字架，咁就係當呢個題目叫做當基督教遇上外星人啊。OK， 好，咁咧其實點解會講呢啲咧？咁大家都會留意咧，新聞都有講，其實最近應該係第4批係咪？UFO 或者 UAP。咁咧，全球轟動啊！因為好多非基督徒嘅學者或者 YouTuber 咧，就認為咧呢個 UAP 或者 UFO 呢啲咧係會動搖基督宗教信仰喎。UFO 咧咁又點解依家叫 UAP 咧？咁啊講下啦。如果大家網上聽到叫 UAP 嘅，以前幾十年前咧，我細嗰陣時係用 UFO 嘅。咁 UFO 咧全名咧大家都知道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不明飛行物體係飛行物體，咁而 UAP 咧，美國政府咧佢改咗做 UAP 嘅意思咧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on 呢個不明非異常啊 ，anomal 嘛 ，anomalous 異常嘅現象。嗱一陣會講下點解佢要改名做現象 phenomenon 咧？因為以往大家覺得咧 UFO 咧係一隻飛碟，針對啲飛行嘅物體。係啦，或者咧你如果你大家網上好多片啊嘛，未必一隻碟啦，有支棍啊，雪茄係雪茄型啊，哇犀利啊！一個方形嘅哇，咁同埋咧佢係一個光點又有啊飛。咁但係點解叫 UAP 咧？如果大家留意咧，美國政府啊或者 NASA 公佈第3批。或者第4批咧，你發覺嗰啲咧，佢唔係隻碟，又唔係一嚿嘢，乜都唔係，佢可能係一個好似一個星形嘅嘢，突然間消失。有啲咧甚至似地天使，啲天使有翼嘅嘢喺個空中突然間出現，又突然間消失啊！咁甚至乎咧，有啲大家見到啲六角星咁嘅嘢啊，好似個星咁嘅嘢，咁咧又係飄下飄下咁嘅消失。咁咧由於咧，佢呢一種現象啊，佢已經唔係飛，係突然間出現又突然間消失。咁突然間咧，可能喺個海面度咧就可以入咗個海。咁你進入個海嘅時候，大家知啦，即係你任何一個物理上入海有水花噶嘛。咁大家有冇留意咧？係冇水花嘅，好似特技電影咁入咗個水嘅。咁呢啲咧，其實咧喺美國政府嚟講，所以佢哋點解叫 phenomenon，即係一個現象。
我諗佢個層面就已經唔係針對一個 object 啦，已經係一個嘅現象、普遍嘅景象一個嘅咁嘅比較闊嘅層面嚟聚焦咧。係啦，咁咧嗱，首先咧又唔係戴頭盔，我要戴頭盔先嚇，各位睇緊片嘅朋友，唔知我要戴頭盔啊！嗱，因為咧以下內容咧，首先就唔係我哋根據唔同嘅資料、唔同嘅學説、唔同嘅書嚟講嘅，即係首並唔先代表啊李牧或者係 Samson 嘅主觀立場。嗱，我哋咧就唔係我咁樣睇，或者阿顏教士咁樣睇，我哋綜合咗咧，再講多次，我哋綜合咗坊間現時我哋揾得到嘅7個講法。我將佢分成7個，咁可能有啲人覺得6個嚟㗎。譬如佢會講平衡宇宙或者多維度啦，咁有啲人當係1個，有一啲嘅呢出版當1個嘅講法啊。一講咩叫講少少啦，今日唔會長，唔夠時間講咩叫維度啊 dimension 同埋一個叫平衡宇宙啊個 parallel 嗰個 universal 或者 cosmos 啊。咁如果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套明珠台以前有套劇電視明珠台度？劇叫做 The Flash 啊，閃電俠。咁咧，大家如果睇閃電俠咧，或者而家睇 Marvel 咧，睇呢個復仇者聯盟講啊，嗰個叫 Doctor Strange 係嘛？Doctor Strange 有一集就去咗唔同嘅宇宙啊嘛，又遇到一個同佢一樣樣嘅人啊，對打啊同佢。咁平衡宇宙就係類似咁啊。咁我哋遲啲會再講下。咁維度咧就咁就會講下，即係咩叫維度啦嚇。即係當然今日都唔夠時間講晒。好啦，咁咧以下咧又戴頭盔啦。就以下內容咧，我哋歸納咗 UAP 或 UFO 外星人7個講法。呢一個咧，呢個 PowerPoint 啊，首先講明係客觀引述啊，重申啊，客觀引述坊間網上流傳講法，並不代表本人同埋本堂唔係聖肥堂，唔係本人本堂立場啊，講人哋講緊乜啫嚇。咁更進一步嚟講咧，我哋要感謝顏思賢教士協助資料搜集同埋幫手製作呢一個。唔好意思啊，你冇個言字就係寫咗。唔好意思啊，移民嗰個言。哎呀，唔好意思啊，一陣就講係急有機會改咗。好，咁啊講下啲書先嗱，你有冇睇過呢本？未聽過？未。嗱，咁呢一個咧就係地球編年史啊。咁呢本書個作者一個記者叫撒迦利亞西琴。咁佢係你見到佢寫2012年係佢嗰個再版同埋修訂版嚟嘅。佢喺70年代咧，呢一個撒迦利亞西琴咧，阿劉景俊牧師睇過呢本書，可以同我講，犀利！佢講咩咧？原來咧地球編年史，點解叫地球編年史咧？咁佢講啲嘢嗱，佢講嘅咋嚇，咁啊冇乜，即係我哋好難考究。咁當然佢本書裏邊有少部分嘅一啲科學上嘅推論，我叫推論。咁譬如佢講乜嘢咧？大家都知舊約聖經有個所多瑪俄摩拉噶嘛，即係有俾神燒毀啊嘛。咁佢話咧，所多瑪俄摩拉咧，其實係個太空站嚟，喺個地球上邊。咁咧，佢就俾個核彈打中咗，跌咗落地球，所以就變咗呢一個，即係依家成。即係由太空基地落咗地球。係啦，咁樣，即係呢個係撒迦利亞西琴佢嘅講法。我抽少少講下。咁地球編年史咧，最主要講個地球，即係喺嗰個所謂恐龍時期啊，或者再早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外星人嘅存在啦。呢個佢講下咁，呢一個咧係撒迦利亞西琴，咁佢嘅講法嚟嘅。咁當然你覺得好似話有啲天馬行空、大話西遊，咁呢個佢講。咁當然我未睇晒所有嘅著作嘅，咁抽嚟講。咁機緣之下咧，有一次我喺三聯書室咧就睇過佢嘅著作，即係未睇晒，睇嗰啲。咁佢都幾好想像力嘅，咁同埋都係佢有講啲岩層嘅變化，嗰啲岩層嘅變化即係石灰，即係嗰啲地質嘅岩層啊。咁佢用嗰個角度去講咧，就覺得喺呢個幾千萬年前咧，地球已經可能有啲文明喺度。咁呢個你都牽涉咧，我哋今日講嘅7個講法裏邊嘅第7個講法，即係關於外星人。好，第2本書。哇！呢個叫做上帝的叛徒墮落守望者，作者林剛。咁呢個人咧係基督徒，但係咧佢係佢係讀天文學嘅，佢係讀天文物理學嗰啲嘢，佢唔係讀神學。
咁呢個咧，大家如果打 YouTube 頻道咧，成日見到佢講上帝的叛徒墮落守望者嘅。咁佢呢本書出嘅時候咧，係3年啦，咩賣到斷市，好犀利，再版嘅要。咁佢講咩咧？呢本書咧就係講咧，佢係引述啊，本身本書引述我哋嘅偽經，唔係次經啊。咁又幫大家記憶下啦 ，Frankie 牧師檔案室喺早期嘅時候曾經講過聖經正典有分正典啦，即係我哋39卷，同埋次經啦，即係個7卷咧，天主教列為正典，我哋基督新教列為次經，仲有一批以諾一書啊、咩巨人書啊嗰堆，全部唔列入次經都唔列入嘅，我哋叫做偽經。補充翻先啊，你冇講嘅39卷，你係講新約嘅39卷。39、27卷，係啊內6卷舊嘅就27，舊嘅39，新嘅27啊，加埋內6。咁呢個咧我哋唔重複翻之前講過點樣得嚟呢內6卷先啊。咁咧大家唔好誤會，唔係有個天使掟落嚟啊，或者耶穌12個特別啟示，乜都唔係。其實呢啲全部咧喺我哋第1定第2集嘅 Frankie 牧師檔案室嘅聖經正典形成咧，有講解過。其實因為我哋本聖經啊嗰個嘅正典啊，所謂 canonize 咧，係喺公元300至400年嘅時候咧，係開始經過大公會議係斷定。咁而最早啊，比較早期，對於呢啲書卷有一啲嘅提出嘅書目咧，其中一個人叫耶柔米啊。耶柔米提出咧，新約咧有27卷，就由馬太到啟示錄嘅。咁但係奧古斯丁咧就認為咧，新舊約27卷，新約27卷，係啦，舊約39。係啦，咁由於耶柔米講耶柔嘅聖耶柔米一個教父啦，即係同奧古斯丁差唔多時期嘅3、400年嘅時候。咁由於佢認為咧，就應該27卷，就由馬太佢 list 就整咗個 list 出嚟啊，馬太去到呢一個啟示錄。咁嗱，我講以上內容咧，全部大家可以揾翻一本書叫《聖經正典與經案文獻》，由鮑維均博士主寫嘅。咁嗰本書有講中文嚟㗎。咁仲有黃成木教授所寫嘅《聖經正典經案文獻》，呢啲書都有約咗提及㗎。咁我唔重複啦。咁咧，由於但係聖奧古斯丁咧就提出，即係公元300年至400年嘅聖奧古斯丁提出咧，應該包括佢認為包括埋我哋今日嘅次經。咁呢一個嘅呢兩個教父嘅講法咧，後來咧喺大公會議上，啲人就採納咗耶柔米嗰個講法啊，就將咧我哋認為次經嘅嘢咧，佢哋稱為 second canon 第二正典啊。咁喺嗰幾百年間咧，就係啲經卷咧開始咧就係先至可以定落嚟。咁因為咧，我哋今集係講外星人啊嘛，咁我哋當然唔想重複翻嗰堆嘢啦。大家有興趣可以重溫嗰啲片，或者我哋有一集咧，可能過多段時候又再收聽講下啦咁。豐富佢嘅係啦，再講下，因為嗰度咧關於聖經正典嘅過程係好漫長，同埋牽涉好多嘢啊。咁因為係啦，今日唔想再重複講過以前關於嗰個正典個過程，點解叫正典啊？因為當時唔係我哋今日諗有個聖經公會係嘛？聖經會印聖經或者天主教先冇聖經公會，大家唔好諗個聖經公會好後期嘅事嚟嘅，呢已經冇咁有制度嘅。係啦，冇錯，係啦。咁咧就即係其實大家某程度上咧，早期嘅教會咧，其實大家就有少少啊，就似我嘅同學鄭伊健先生主演嘅《古惑仔》咧。就大家推選大佬，早期主教咧就嗰班人推選出嚟，邊個做坐館咁樣啊？佢話事，佢咧就一錘定音咁樣。咁當然唔同地區有唔同嘅坐館啦，係嘛？唔同嘅揸 fit 人啊嘛，即係唔同嘅主教。咁慢慢衍生到呢個主教，佢對於所謂聖經啦，即係因為聖經其實仲未出嚟，仲未正典啊嘛，即係頭嗰幾百年。呢個主教亦都我哋稱為教父 Church Father 咧，亦都係咧。對於整個基督教嘅信仰咧、神學發展好有影響。咁你日後有機會咧，先至講下啦。咁或者咧，如果大家有星期日花園德會聖靈堂咧，小博咧嘅講到耐唔耐咧，喺講到有嘅深少少講下啦。譬如咩叫十二使徒遺訓啦嚇，
即係拋磚引玉，講下啲咩啲十二使徒遺訓喺公元100年左右嘅書嘅文獻啊，講基督教當時嘅秩序啊，點解要邊啲人可以領聖餐要受咗洗先領得聖餐啊？點解我哋每日要成日要背主禱文啊？都喺十二使徒遺訓裏邊曾經提及，呢啲都係塑造緊整個我哋基督教信仰啊、文化神學嘅。講翻呢度，咁因為跳得太遠啊，唔好意思。呢一本書個作者咧就引述咗《偽經》嘅以諾一書，《偽經》嘅以諾一書係公元前200年嘅。咁網上有好多人去揸住呢個以諾一書，就話咧以諾一書其實就講外星人，嗰啲天使就外星人嚟㗎啦。咁呢個當然啦，而墮落守望者上面啲叛徒墮落守望者咧，佢將《偽經》講嗰300個墮落天使咧。就話係咩咧？佢哋墮落天使嚟咗地球之後咧，就教識啲人類啦，法術啊，好犀利嘅科技啊、醫學啊，都係呢300個墮落天使教，因為娶咗人嘅女子啊嘛，咁咧就生咗啲偉人啊，咁嗰個以諾一書啊，有即係裏面嘅內容大概係講，同埋講有7個天使長嗰啲嘢啦，咁一個天使長咧仲有啲咩功能？咁喺偽次經嘅多比尊有提及過天使長呢樣嘢啊。管啲即係提及嗰啲名啊，有部分管轄嘅範圍係啊，管轄嘅範圍就喺《偽經》嘅多比尊講。咁由於咧呢個書嘅作者就認為佢嘅睇法咧，一陣我哋會再詳細講。佢認為所謂嘅外星人其實就係嗰300個墮落天使扮外星人嚟迷惑人，令人唔好信上帝嘅。咁呢個佢本書嘅講法。好，咁我哋首先咧，今日咧就先講下呢7個嘅我小步簡單，就將依家internet 啦、網頁啦、書啦，綜合我分咗7類對於外星人係咩嚟嘅。好，第一類佢稱為咧就係話，依家普遍有好多神學家，天主教嘅神學家啦、耶穌會神學家啦，我哋基督教嘅神學家啦，包括埋甚至 C.S. Lewis 魯益斯啦，喺佢即係差唔多100年1920幾30幾年都寫作品都暗示過，認為所有嘅包括如果有外星人，都係上帝創造嘅。第一個講法啊，即係話咧，佢哋覺得有外星人唔緊要嘅，外星人都係神造啊嘛，都係上帝創造之一。不過聖經冇講。第二個講法就係頭先好似林剛啊，即係個上帝啲叛徒墮落守望者嗰本書嘅作者，一陣會再詳細講呢啲，就認為咩咧？就係外星人。其實就係魔鬼假扮嚟迷惑人類，末世大題喎。因為咧喺呢一個哥林多後書11章14節，因為連撒旦也裝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後書11章14節話，如果啊，根據哥林多後書11章14節，哥林多後書嘅作者話魔鬼會扮天使喎。魔鬼扮天使，咁魔鬼咪可以扮外星人咯？係咪？好啦，咁一陣又再詳細講。第三，平行宇宙，細嚟呢個平行宇宙咧就係咩咧？咁有啲學者認為咧就係好似 The Flash 嗰套戲啊！大家唔知有冇睇過 The Flash 閃電俠，同埋咧阿 Doctor Strange 同埋個奇異博士。咁奇異博士一集咧，佢講佢救一個女仔去咗唔同嘅宇宙啊嘛。每一個宇宙都有個奇異博士，不過呢係奸嘅奇異博士係嘛？即係同佢對打，即係好多個 universe， 好多個 cosmos， 即係平衡嘅。咁嗰啲宇宙裏面，大家裏邊咧，可能個場景啊唔同晒啊，或者裏邊有啲人物唔同啊，但係都係平衡嘅宇宙。咁一陣會講咩叫平衡宇宙，再深入講少少。第四，未來人犀利啦！呢一個咧我哋下一集會詳細講。咁大家唔知唔知咧？網上邊咧係有人拍咗片。甚至係早大概喺2022年左右啦，至23年間咧，美國全美有10幾個科學家去研究外星人啦、反重力啦等等逆向工程嘅科學家係離奇死亡嘅呢件事。咁其中有個女科學家喺死前拍咗條片咧，佢就聲稱咧，佢講啊，佢冇講咩證據，佢嘅呢個你可以話佢嘅。呢個佢嘅講法，或者係佢嘅 hypothesis 學術啲即假設，就話外星人其實係未來人坐時光機翻嚟嘅，即係經過一個高科技時光機翻嚟，而
而嗰啲小灰人咧就係未來人嚟㗎啦。點解小灰人係未來人咧？我哋下集先講下要。咁而嗰個科學家後來死咗嘅，係死咗嘅。咁佢就講咧，就話咧嗰個未來人咧係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嘅所有外星人，其實唔係外星人，係42000年同埋52000年 P47 同 P52 啊，犀利啊！咁咧詳情咧又吊下大家胃口，我哋有片嘅唔使驚，我哋有片嘅。咁咧就下集即係會再詳細俾大家睇嘅。咁咧就係呢一個其中一個科學家啦，佢真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咁你話佢有咩證據咧？咁因為佢條片上面冇講即係證據，只係佢講嘅睇法啦。咁又好有。嗰條片係應該係同幾個朋友嘅科學家嗰嘅討論嘅片嚟嘅嘛，應該係。係啊。咁其實嗰個所以就冇一啲特別嘅影像啊，或者資料。即係佢口講嘅啫，係就好似類似而家我同阿李木咁嘅過程嚟嘅。係啊，咁但係嗰個女士咧係真係科學家嚟嘅，佢本身係應該係研究反重力啊、機械動力嘅 engine 嚟嘅，即係博士嚟嘅。咁咧所以佢研究反重力嘅意思即係反地嘅心吸力啊，即係研究飛碟點解可以唔受呢個物理限制嗰樣嘢。好，咁咧第四樣先講到未來人啦，時光機，即係我哋嘅人類，只不過係幾多千萬年之後時光機啊，即係大家睇過哆啦 A 夢咁啊，坐時光機。好，咁嘅第五啦，美國政府陰謀即係咩意思咧？秘密武器實驗。咁嗱，呢一個咧就有一個神學家咧，我哋下集會講咧，係喺1950幾年有一個神學家，基督教神學家提出咗嘅，已經提出啦。佢覺得羅茲威爾事件根本係個陰謀，咩陰謀咧？佢覺得咧，即係呢唔止呢個神學家，但呢個係比較早少少提出，早期已經有講1950幾年啊。咁跟住後邊60、70年代一日都有人講嘅，就係話咧，美國政府試驗緊啲秘密武器。咁你話喂，美國何來有咁嘅科技咧？咁大家如果知道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當日本同德國戰敗嘅時候，所有嘅研究 research 科技咧係全部落入美國人嘅手裏邊嘅。咁如果大家睇翻咧歷史，呢個係歷史嚟嘅。點解嗰粒原子彈係落喺美國人手上咧？係因為當德國研究原子彈嗰啲科學家接近完成最後階段，係俾美軍俘虜晒啊嘛。所以嗰啲科技冚唪唥就落咗喺美軍手上。而喺二戰結束嘅時候咧，大家都聽過咩黑太陽731，即係日軍喺中國做喺俄國同埋東北三省好多人體實驗啊！呢個係全部歷史嚟㗎，就係譬如嗰個子彈射擊人體嘅實驗啦、冰凍實驗啦、細菌實驗啦等等，呢一紮實驗嗰啲數據好寶貴嘅，因為用真人試啊嘛。嗰啲數據亦都落晒喺美軍手上，因為當日本投降嘅時候咧，所有嘢都去晒美軍，所以美國佬咧立晒當時成個地球最尖端嘅科技啊、research 啊、統計數據咧，正喺晒佢哋手上。咁由於咁樣嘅緣故之下咧，即係話咧，佢人哋要嘥好多年時間做嘅任務咧，佢又唔使一個唔該咧就攞晒啦。咁啲好嘢攞晒，係啦，啲好嘢啊！你做咁多年研究，我立晒啦。咁你變咗咧？美國佬咧就應該收埋咗好多呢啲即係數據啊、科技實驗品啊、個 lab 嘅嘢、prototype 啊等等啊。咁如果大家咧嗱，我唔知真定假條片，我未講嘅，就有人曾經喺網上 post 嗰啲片咧，就話納粹德國喺戰敗之前咧，曾經做過一隻碟出嚟，好似唔係完全半圓形嘅飛碟嘅飛行器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嗰個條片或者嗰啲相咧，就喺半圓嘅飛碟，嗰個飛唔起嘅，嗰隻未飛。咁好似話納粹科學家仲爭少少嘢，同埋大家聽過啦，即係又係講翻一套電影叫《Hellboy》啊，地獄之子，有個叫《末日鐘》啊嘛，唔知大家見過《末日鐘》即係德國佬就整咗《末日鐘》，係咪整作唔知？咁呢當然係可能係假嘅，可能係偽造，或者可能係真都唔定。但係德國嘅科技係好犀利嘅，咁咧又係會留翻下集先講。點解啲人認為咧係美國政府陰謀，即係話佢係試緊秘密武器，而係失敗咗或者係跌咗落嚟，係咁樣第五個講法。第六個講法咧叫做第四維度係更高維度。咁大家首先要可能係顏教士讀 science 出身啦，佢補充少少啦。咁咩叫第四維度啦？首先咧，我哋大家聽過咩叫做咩
one dimension、two dimension、three dimension 係咪？一條線就係一個 dimension， 兩個面咧就係平面咧就係 two dimension。我哋依家人類入呢個空間叫 three dimension。four dimension 係咩？你講下。four dimension 咧就有啲講法咧就係另一個空間，或者係加翻時間落去，咁為之第四個 dimension。第四個 dimension 係加翻時間。加時間或者加空間，我諗到第六個 point 嘅時候就會比較多啲講。咁咧依家咧坊間流傳咧，嗱呢啲冇得驗證，好難驗證嘅嘢，就流傳有8個 dimension 係咪？我冇記錯，八個 dimension 咁8個之後仲有冇唔知。咁每個 dimension 咧，佢哋個講法咧，嗱呢啲全部都係推論嚟㗎。咁佢有個推論咧，我哋到時會再講，就係話我哋嘅 dimension， 人類喺第3 dimension 係睇到第2、第1。但係第3 dimension 睇唔到第4個 dimension， 但係第4個 dimension 就睇到第3、第2、第1嘅 dimension 嘅人，即係嘅生物啦呢個。喺我哋地球觀察嚟咧，其實螞蟻咧係 two dimension 嘅生物嚟嘅。冇錯啦。所以你見到啲螞蟻點解可以喺牆度行咧？而我哋行唔到牆，就係呢個咁嘅分別。係啦，呢個比喻好，就係話咧呢個都咧第6個，即係第6個講法，第4維度咧就話啲人就話。點解呢個講法有人覺得受歡迎咧？即係就係因為咧，佢覺得咧外星人就喺第4 dimension， 我哋喺第3個 dimension， 就好似咧人類喺第3個 dimension 睇住啲螞蟻嘅第2 dimension， 我哋睇，但係我哋冇乜興趣入侵螞蟻噶嘛，或者統治啲螞蟻，因為我都冇興趣，但係我哋有興趣研究下螞蟻做乜，或者螞蟻嘅組織，螞蟻係啲咩嚟嘅？就等於外星人有興趣研究人類，但係佢冇乜興趣統治我哋，或者甚至介入我哋啊。咁即呢個係呢個係其實咧呢個係有一個好自我嘅諗法，係我哋用緊我哋人類嘅思維嚟到去推論出去理解第4個 dimension 嘅嘢啊。好啦，最後嗰個第7，大洪水前人類以高科技喺洪水前離開地球，犀利啦！現在再翻嚟探視地球啦，咁呢一個係咩咧？呢一個咧大概喺70年代咧，應該係我冇記錯70年代。我細個小學嘅時候咧，有人拍到科幻電影嘅，即係啲漫畫講，就話喺大洪水前咧，其實地球嘅科技發展得好犀利嘅。咁啊洪水嚟，即係上帝用洪水浸地球，咁咧就有批人咧就坐咗太空船啦，或者火箭咩或者啲高科技離開咗地球走咗，剩低走唔甩嗰啲係浸死咗，同埋就有批人就係上帝救咗，俾佢入諾亞方舟啦。咁你跟住又會有個問號咯喎，又話上帝浸晒地球，點解容許批人離開咗地球咧？咁所以咧就留翻下一集又講下點解啊。第7個論點嗰個嘅演説，就留翻下一集去詳細解説。首先咧，由其實咧，我哋以上7個咧，其實我哋比較困難咧，去有真正現今嘅科技嘅 lab 或者研究室或者一啲嘅甚至一啲嘅實證去證實呢啲嘅講法。大部分呢一種推論，或者甚至最多係一啲數學上嘅推論計算。我啲比較 layman 嘅諗法咧，估嘅啫。你冇錯啦，大家即係嗱，唔好聽啲講句咧。就係張國榮以前有首歌叫《風繼續吹》，即係吹嘅啫。咁咧就仲有好多咧，你會發覺好似科幻小説裏面嘅都有睇過嘅嘢嚟嘅。咁啊，會唔會受科幻小説人嘅想諗出嚟咧？就真係不得而知啊！咁我哋搜集咗坊間嘅7個嘅講法啦。咁今日先咧就講我哋今日時間關係要頭三個先。好，咁你講第一個先啊。外星人都係上帝創造嘅，咁啊呢個即係比較咧，我哋叫自圓其説啦。喂，點咁你話你點解上帝外星人都係上帝創造㗎？哥羅西書1章16節咁講嘛，啲神學家話咩？因為萬有啊嘛，都是靠他做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unseen即係先，不能看見unseen。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做的，又是為他做的。即係話咧，整個宇宙，甚至咧呢度包括咗咩？我哋講嘅細菌啊，咪睇唔到細菌啦，
或者微生物啊、可靈界見不可啊，見。係啦，睇唔到肉眼睇唔到嘅，都係上帝做嘅。咁呢個聖經真係咁講嘅喎。咁至於話今嘅外星人點解上帝做，聖經又冇講咧。咁啊第二句金句啦。依家啲神學家咧真係會再講有啲，我哋抽嚟講啊，因為都好多神學家支持呢個講法嘅。首先咧，佢話咩咧？申命記29章29節，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唯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咁其實咧，如果嚴格嘅釋經學嚟講咧，呢句係似乎係講緊五經嘅律法啫喎。咁但係唔知點解聚焦喺律法。係咯，咁但係好多神學家就掹住呢句咧，捉住佢咧有少少啦，對唔住我講斷章取義咧，就去解讀咗啦。隱秘，即係你大家唔明白㗎，聖經冇講到嘅嘢咧，係屬於上帝嘅。明明嘅即係律法啊、舊約、新約講咗嘅嘢咧，就同我哋講咗咯。唔好講嘅咪就唔講咯，唔講咪隱秘，隱秘咪屬於上帝就唔講咯，係咪啊？咁啊嗱，嚴謹嘅釋經學嚟講咧 Hermeneutics 咧，咁我唔知依家有冇神學院嘅老師聽緊啊？你知呢句咁當然如果咁樣依照嗰啲系統神學家嘅講法，就似乎有啲牽強嘅，因為呢個針對緊五經啊嘛，係咪先？咁但係我哋睇下啲神學家嘅講法先。好，下一步。咁咧，首先咧，我哋介紹兩個，其實唔止嘅。一位係天主教嘅神父啦，富納斯神父啦。我唔記得佢係法國定邊度人啦，所以佢唔係咁啲。Joseph Gabriel Fullis， 咁佢喺08年發表過文章，同埋呢一個戴維爾金森啊 David Wilkerson。咁佢哋其實咧，呢兩位咧都唔係一般人等嚟嘅，特別咧上面嗰位 David Wilkerson啊，戴維威爾金森咧，佢其實係大學入邊咧教，佢好犀利，佢係系統。杜倫大學。哇，杜倫好出名嘅呢間大學嘅系統神學同埋物理學喎，博士喎，咁啊唔係話博士定啱，即係話咧佢唔係真係咩亂噏嘅喎，斷估喎，佢一定有好多論證論述啊，即係做得呢個系統神學同埋天體物理學博士啊呢個人。咁佢係佢寫一本書啦，有書㗎，大家上網可以買得到。叫 Is it Christianity or Christian ET? Why Minister has an open mind？ 即係大家要有個開放啲嘅對啲嘢要 open mind 咁即係佢覺得咧唔一定咧，即係你睇本書名好得意啦 ，Christian ET 喎，即係咩外星人都可以基督徒嚟嘅，可以做基督徒㗎，哇犀利喎！好，咁咧佢講咩咧？佢對外星生命嘅睇法咧，主要建立喺科學同埋基督教嘅神學嘅對話上喎。佢認為傳統嘅神學咧，人類係宇宙嘅中心嘅觀念。咁咧，佢認為咧要一個開放嘅態度。佢認為如果宇宙中真係有其他智慧嘅生命，呢個咧係唔會摧毀咧基督教嘅信仰嘅。反而突顯咗上帝嘅偉大、創造力同埋慷慨喎，哇犀利！佢經常咧引用早期神學家嘅觀點，認為無限嘅上帝創造咗其他世界嘅完全係神嘅權能裏邊，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上帝有權啊，喺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星球呢個宇宙咁大創造其他嘢，但係我唔需要同你講。咁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睇，有個好出名嘅基督教界嘅神學家啦，英國叫魯益斯 C.S. Lewis 啊，魯益斯啊寫好多作品啊，咁咧即係之前嘅嗰個嘅即係女王咩拉尼亞係啦，嗰個套小説啦，咁啊一個英國好出名嘅神學家或者作家啦，咁其實佢嘅文章都隱約啦，佢就話喺地球以外嘅生命其實都可以都，如果啊，佢當其時咁講啊，1923，如果地球以外有生命，其實都係屬於上帝嘅，都係上帝所創造。咁呢個係傳統對於關於有外星人同基督教信仰冇抵觸嘅，佢哋覺得冇抵觸嘅。咁有外星人，呢啲外星人都係上帝嘅創造一部分，不過聖經唔講俾你聽啫，冇講俾你聽啫，因為聖經係講咩啊？對住地球人講咁。冇錯，佢哋做我哋講。
佢對住地球人講嘅，所以佢唔需要同你講關於外星。唔需要講外星人嘅。係啊，好，咁我哋講下第二位神學家啦，咁係天主教會一位，佢係梵蒂岡天文台犀利啦。咁佢咧亦都係基督會裏邊一個嘅神父啦。咁喺2008年5月發表文章嘅，咁佢講咩咧？就話咧外星生命可能比人類更講道德喎，更進化、更驚人。並且咧，我哋應該歡迎我哋嘅弟兄啊，佢當外星人弟兄。佢咧就喺一篇名話《外星生命是我的兄弟》嘅採訪裏邊咁樣講到咧，外星生命可能冇經歷過下降，即係打入凡間嘅過程，所以佢哋唔可能帶有原罪犀利，即係佢哋冇犯罪冇原罪啊，original sin啊嘛，冇原罪即係唔使耶穌釘十字架。咁咧並且咧外星生物啊，與其他造物主有濃厚嘅友誼之情。富勒斯嘅一系列嘅演講裏邊咧，外星生命啊，同我哋係弟兄姊妹嚟嘅，我認為嚇。呢一個想法成為可能，佢都解釋到咧世界上，正如世界上好多嘅物種都係上帝所創造，亦都咧世界上有可能有唔同嘅物種，甚至都係帶有智慧，都係上帝做嘅。即係佢嘅意思認為咧。就算有外星生命、外星嘅科技，唔出奇，因為呢個都係上帝做嘅。好啦，咁我哋第一個講法咧，即係簡單嚟講咧，有啲天主教會嘅神學家、基督教神學家、科學家，佢哋就即係你可以話佢咧，就覺得將所有外星人，就算有唔緊要嘅，冇衝突嘅，都係上帝創造嘅。咁咧第一個講法，好，我哋睇跳落去講第二個啦。咁咧第二個咧就話。頭先講過啦，就係魔鬼扮光明天使，咁所以咧外星人都係魔鬼扮，咁理據喺邊度咧？首先頭先都提及過墮落上帝啲罐頭墮落守望者嘅呢個作者就講咗咧，就係嗰300個墮落天使啊，詳情唔講啦。大家如果有興趣睇翻呢本書，或者甚至上 YouTube 為呢個上帝啲罐頭墮落守望者嗰個頻道咧聽翻啦，呢位作者嘅。嗱，我哋補充翻少少，第一個論點咧比較正面嘅，但係到第二個論點咧就比較負面嘅咯喎，因為佢冠於咩邪靈嘅外星人嘅。係啊，即係佢又一刀切咧，就所有都係邪靈。咁樣又講，我哋知頭轉咗嘅嚟㗎。又有一批神學家嗱，其實咧贊成外星人認外星人都係上帝創造，有好多神學家，頭先我列舉咗啫，仲有好多嘅。外國華人都有好多嘅，但係呢個好正面嘅呢個。係啦，即係包括台灣中港台都好多神學家認為，冇問題㗎，都係上帝創造啫嘛。咁但係咧，以下講第二個 point 咧，第二點咧，就又有一堆神學家認為邪靈扮嘅。咁最出名包括大家好熟嗰個林以諾牧師啦，林以諾博士咧，佢依家 YouTube 拍頻道講嘅，唔係講呢樣嘢，係講其他嘢。好，除咗上帝啲叛徒墮落守望者認為嗰300個墮落天使根據偽經以諾一書嘅內容去講，嗰300個墮落天使扮外星人迷惑人，等人唔好信上帝，唔信造物主啊！另外咧，隔離呢一位葉大維博士牧師咧，咁佢係教個小牧嘅太太啦，咁現時係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嘅院長啦。佢本身咧就犀利網上資料顯示咧，或者佢神學院嘅網頁咧，佢係擁有3個博士學位嘅，分別擁有呢個教育學博士、輔導學博士、臨床心理哲學博士啊，犀利啊！咁係一個學術研究嘅人啦。咁當然你喂佢講嗰啲係輔導教育同埋臨床心理學喎，佢個專業範疇係呢3方面嘅。係啦，咁留意先。咁當然臨床心理學亦都有一個好係一種科學嚟嘅，大家知心理學 clinical psychology 係科學嚟嘅。咁佢嘅講法係乜嘢咧？葉大維牧師咧就認為啦，咁我 cap 咗條片嘅，咁有埋 YouTube 嗰個條 link，大家上去聽啦，公開嘅，大家睇翻聽條片啊。咁佢雖然咧，佢喺呢度咧就有啲嘅可以講客觀，佢冇100%斬釘截鐵咁指明外星一定係邪靈。但係佢問咗好多問題，或者佢嘅講法都係傾向咗呢啲係靈界現象。留意靈界現象，咩叫靈界啊？佢就引述佢趕鬼。咁呢個牧師或者呢位學者咧，
佢話佢由1992年開始咧就係去趕鬼嘅經驗啦。由於今日咧就唔係講趕鬼，我哋唔詳細討論先。咁即係因為佢呢個佢嘅經驗同教學，佢認為有靈界 ，OK？ 佢首先佢嘅前置撇受部思想啊，學術呢個，佢相信有靈界嘅存在，佢嘅經驗，所以佢認為 UFO、UAP 一啲嘅現象，一種靈界嘅現象多過係物質界嘅現象，所以佢嘅推論都係傾向認為咧呢一個邪靈其實就係邊個？就係呢個所以呢個外星人就係邪靈扮嘅。好，咁講完華人咧，講埋外國人啦。咁我哋有一位叫做 Dr. Clifford Alan Wilson 啊，已經去咗世啦。咁佢喺本書裏邊咧就叫 Alien Agenda 同埋 UFOs and the Mission Impossible。呢啲喺網上揾到，亞馬遜啲再有賣嘅書，英文書啊。咁佢話咧外星嘅呢啲外星人其實係邪靈嚟嘅，佢咧就係假冒外星人嘅身份，推廣神秘主義，動搖人類咧對呢個傳統基督宗教信仰嘅信心。咁呢一位咧係神學家同埋係聖經教師，佢亦都係呢位威爾遜都係PhD 嚟嘅，佢都係 PhD 博士嚟嘅。第二位咁咧叫做查克米勒啊，咁亦都係過咗世啦 ，Charles Missler。咁咧佢係已故基督教嘅解經家啦嚇，咁佢對外星人嘅觀點咧，亦都係末世論同埋聖經詮釋。咁咩叫末世論咧？哇！如果大家聽翻上一集有講過 Frankie 牧師講嘅，有一集講呢一個，即係有講下咩末世論啊嗰啲咧，都有講過下咩叫末世論啦，即係講緊主再來信徒被提啊，世界嘅終結啊，稱為末世論。咁英文叫 eschatology 係一個論述或者神學啦，即係話呢個地球啦，或者整個宇宙會終結，幾時唔知係有終結嘅。點終結咧？所以末世論就講下點終結啦，點樣終結啊？咁咧，咁咩意思？由於有末世論呢一個嘅前提嘅神學啦 theology 嘅標講法，咁而末世論所裏邊嘅內容，其中一個 point 認為當末世即係地球終結嘅時候之前啊，終結前嗰幾年或者10年8年啱上啦，就會有咧咩末世大迷惑。咁唔係冇根據，根據啟示講嘅有根據，就話咧啟示9章啊，咁咧就講咧就話咧魔鬼咧犀利出嚟迷惑人類啦，透過好多方法。咁而呢一個嘅學者查克米勒 Charles Missler 咧，就係用呢一個觀點，所以佢認為咧呢啲飛碟啊、UFO 啊、外太空生物咧，其實佢哋唔係咩科技，呢一啲其實就末世大迷惑，即係話咧又係邪靈。扮外星人迷惑地球人，迷惑人類唔好信耶穌啊！佢警告外星人嘅顯現咧，哇犀利啦！呢個神學家更加講得，即係 Further 講得進一步，係配合敵基督嘅崛起嘅，係透過展示神蹟奇事、外星實體，即係帶俾人一個虛假嘅解釋，讓人咧唔好信咧耶穌喎，信咧叫啲人係信咗耶穌神咧就外星人嚟㗎，就唔好信耶穌啦。係迷惑世人，咁佢本書叫做 Alien Encounter， 應該都係有得買啊！我啲全部有 reference， 大家可以上網查翻啲書嘅。咁呢一個咧就係、第二個觀點，講關於咧外星人嘅第二個睇法啊，比較負面啲，好似艾教士講就話即係魔鬼嚟嘅，唔係好嘢嚟嘅，係魔鬼扮嘅。好，咁我哋咧時間關係，你嘅信仰呢個係啦。好，第三個，今日我哋因為時間已經19啦，我哋講埋第三個，咁啊請阿顏教授。係啦，第三個咧會係分3個部分嚟講嘅。邊3個部分咧就係佢嘅論點係乜嘢啦，同埋同埋佢嘅核心意義啦，同埋佢嘅含義分析嘅。咁係啦，呢個平衡宇宙一個嘅基本嘅概念係乜嘢？佢分咗2個層次嘅。第一個咧就係一個科學同埋靈性嘅架構，係指向乜嘢咧？平行宇宙之間咧係彼此咧其實係有一個重疊位嘅。咁喺同時間啲生命體咧喺呢2個宇宙之中咧係一齊去經歷嘅嚇。咁
第二個層次咧咩咧就叫做物理同埋哲學嘅架構。佢係指咧更加會再唔係兩個喎，佢更加係有多重嘅宇宙觀。其實咧，我哋睇咁多電影咧，Marvel 咧嗰啲咁嘅電影咧，其實係充滿晒啲咁嘅概念嘅啦。其實已經咁佢論點就係一個咁嘅演繹㗎啦。係啦，核心嘅意義啦，核心意義佢指向啲乜嘢咧？佢就係講緊咧，其實咧。外星人咧就唔係話去到啲咩嘅地方，其實係只不過咧喺另一個嘅宇宙之中咧，同我哋時間係一齊嘅發生出現。佢嘅重點咧係講緊一個咧喺一個彼此重疊都係難以認知嘅宇宙裏邊咧，佢喺個意識啊、維度啊、時間方面咧係大家一齊共同嘅出現。咩意思咧？其實你當咧我哋呢個地方啦，將佢間開兩間房。呢兩間房同樣都有我 Samson 喺度嘅，但係咧佢遭遇嘅佢嘅時間發生嘢都會出現嘅，但係只不過咧佢所面對嘅嘢咧好相似，但係好相似嘅，但係佢所經歷嘅嘢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其實佢所側重點咧，另一個唔係好似地球嗰個嘅宇宙咧。出現嗰嚿嘢咧，就係外星生物。係啊，咁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咧？所謂平行宇宙嘅意思咧，嗰個宇宙咧就可能喺另一個空間啦，我用個空間。另一個空間。嗰度有個地球，嗰度都有個月亮，有個太陽，有另一個嘅宇宙。各方面嘅生物都好似而家我哋所認知嘅地球嘅生物存在嘅。係，但係可能個科技高過我哋啦。科技各方面啊，或者嗰個人嗰個情況咧有啲出入唔出奇，但係即係大概嘅嘢都係嗰度嘅。咁但係咁嘅空間突然間有機會咁重疊咧個現象嘅時候，就俾你見到另一個嚟喺嗰個宇宙之中。咁所以佢呢一個嘅平行宇宙一個咁嘅概念咧，就係針對外星人嗰個點解會產生嘅出現嘅一個嘅合理化去演進出嚟。即係其實見到嗰個。即係平行宇宙意思咧，就即係話依家我哋見到啲飛碟啊、UAP 嗰啲，其實唔係喺我哋呢個宇宙，喺另外一個宇宙，就係個平行嘅時空嘅宇宙。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個樣啫，其實佢就唔係喺我哋。唔係我哋認知嗰個空間之中出現嘅。咁我哋見到個影像，可唔可以叫影像啊？其實佢嗰個概念好包含豐富嘅。佢有陣時可能有機會重疊咗嘅，係啊，但有陣時係會分開嘅，就好似你冇講過係見到另一方面嘅影像出現嘅，係啦。咁所以佢對外星人嗰啲突然間出現啊、突然間消失咧，佢會用一個咁嘅概念嚟。即係點解突然間出現咧？點解外星人可以突然間嘅飛碟或者嗰啲現象消失咧？或者突然間又出咗嚟，就係因為嗰個空間嘅重疊嗰一刻，可唔可以？係啦，仲加俾你見到，又或者好近嘅。個影像又俾你睇到，咁所以咧，即係當嗰兩個即係兩個平行宇宙唔重疊嘅時候咧，就睇唔到啦，又見唔到啦。咁佢幾時重疊同埋唔重疊唔知嘅，係唔知嘅，好難講，暗相同埋。係啦，冇錯啦。咁所以佢嗰個核心個概念咁樣，我呢個比較快啲㗎，就冇你冇個咁豐富㗎，唔係咁豐富。咁但係講緊佢個最重要嘅分析含義裏邊咧，佢係有四個概念嘅。佢想講到其實呢個宇宙咧好多個層次之下嘅情況嘅，即係我所講就係呢個平行宇宙咧，佢最核心一個分析咩咧？佢講有四方面嘅含義嘅。第一個方面咧就係講緊呢個宇宙咧其實唔係單一嘅，佢好多嘅層次啦。第一樣嘢。第二嗰個咧外星嗰個存在嘅情況咧，就唔係一個嘅概念方面嘅，而係一個好實質嘅嘢係出現嘅其實。第三個咧就係講緊就係人對科技嘅理解咧，其實係好唔全面嘅，其實或者對呢個宇宙嘅認知咧係好唔全面嘅，係啦。而第四個咧更加係即係又係同第三個相似嘅，就係實質嘅外星嘅文明咧係遠超過於我哋而家所有嘅認知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平行宇宙呢個概念裏邊咧係。最重要核心係即係要帶出咗正話呢四個層次嘅出現。即係咧，其實咧簡單嚟講咧，就即係廣東話就係我哋嘅水平唔夠。
我哋冇辦法。我哋嘅認知能力不足。係啦，我哋個科技唔夠。咁呢個咁浩瀚嘅宇宙，我哋嘅可以認知嘅只不過可能係唔知0.00001%嘅啫。咁但係呢個所謂平行宇宙咧，暫時啊，據我所理解咧，其實我哋冇一啲好實質嘅科學證明到嘅。係啦，即係實驗啊，或者用啲咩嘅推嗰啲叫咩數據啊，甚至咧係用一啲算式啊，用計出嚟都係冇嘅。依家大部分人都係一個憑空可以講叫想像啦。再簡單啲咧，叫做以果推因。有咁嘅情況出現，我哋點樣可以合理化呢樣嘅現象出嚟咧？就係而家今次第三個平行宇宙嗰個帶出嚟嘅要點嚟嘅。咁呢個咧就係平行宇宙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唔明白咩叫平行宇宙咧，大家可以睇翻咧網上咧睇啊，即係 The Flash 閃電俠啦嗰套戲嗰啲，即係講同一時。其實 Marvel 嘅電影裏邊，Marvel 都有啦，咁出現咗平行宇宙啊，即係同一時間，即係呢個宇宙裏邊就有呢一大英雄，喺嗰個宇宙叫另外一紮英雄啊嘛，即係同埋明珠台拍過有一講一個叫做 Super Woman 係嘛，女超人，都係有平行宇宙嘅，即係講有個宇宙，即係有個宇宙裏邊咧就有個女超人，有個宇宙裏邊係閃電俠，不過你兩邊係重疊嘅，有機會重疊咁啊閃電俠咧就過去幫女超人，女超人就過去幫閃電俠，唔夠打嗰陣時過去幫，打完就有翻轉頭。呢啲係美劇嗰啲嘅。係啦，嗰啲即係犀利啊！咁啊，我哋睇明珠台都有呢啲。如果大家有睇過下都，即係咁你就會明白咩叫平行宇宙啦，係同步。咁但係當然啦，都係講翻一切呢個平行宇宙咧，係暫時我哋未有好實質或者有啲少少科學嘅驗證啊證據證明有呢樣嘢存在。大家都係大家鬥講同埋電影裏面嘅情節。冇錯，即係用翻啲匿名嘅概念估咯，我哋都係估嘅啫。咁咧，由於咧時間關係啦，今日本來講話我哋講45分鐘又講長咗啦。咁咧，我哋都係講到呢度先。咁咧，埋下關子，因為我哋下一集，我哋就會將佢繼續咧，就會講翻咧，睇翻前面先。係啊，第4至到第7點啫。係啦，我哋就會喺由第4點開始講翻啦，去到第7點。咁咧每一點咧，我哋都有做咗 research 㗎啦。咁當然都係嗰句，唔係我認同佢哋講法，我係引述佢哋嘅講法，同埋分析講俾大家聽佢哋嘅講法嘅理據喺邊先。你可以唔同意，但係你咪聽下佢嘅諗法啦。係啊，你見唔到我戴頭盔嘅時候，你又戴咗頭盔㗎啦。咁啊，未來人啦，真係好有趣啦。係咪美國政府陰謀啦，定係還是第4維度或者更高嘅維度？咁啊，第7咧就係大洪水前人類。咁呢個係一個其實係我冇記咗一啲嘅動畫，即係喺一啲嘅有人拍嗰啲漫畫去講呢個古仔咁樣啦。咁當然啦，你有啲問題嘅。如果第7個咁，你就會覺得點解挪亞方舟嗰陣時咧，咁點解會淨係得即係挪亞方舟咧？咁點解挪亞方舟啲人又唔上太空船咧？咁樣咁所以咧又引發好多問題。咁我哋都到時咧會再解下啦。咁又或者第7個嘅論點係咩啦？係啦。咁甚至有啲科幻啲嘅諗法咧，其實挪亞方舟根本係太空船嚟。即係只不過啦，即係咁咧就唔知大家有冇網上睇過咧？即係講少少啦。咁網上咧，如果睇大家係一啲嘅近東文化，喺巴比倫再早之前有個叫蘇美爾文化、蘇墨文化咧，曾經啲壁畫畫過咧，嗰個挪亞方舟咧係隻潛艇嚟嘅，即係類似潛艇嘅造型啊，包密咗嘅喺個水度可以潛嘅。咁咧點解嗰年代咁嘅科技咧，隻船可以潛落水度行咧？咁啊有機會又講下呢啲好有趣嘅。咁當然呢啲係一個壁畫畫到隻船好似潛艇，跟住有人就解讀為呢一個挪亞方舟係隻潛艇咁解啫。咁究竟挪亞方舟係咪真係隻潛艇？同埋咧，佢係咪真係潛落水？係啊，潛落水都唔知。但係嗰幅壁畫啊，嗰個幾好似暗示咗呢咁嘅係啊，暗示緊佢識潛水喎，圓形喎，好犀利喎，防水。咁近日嗰陣時真係咁嘅 technology 咧，唔知喎，我哋真係唔知嘛。咁咧因為好難。好，咁我哋今日咧嘅 Frankie 牧師檔案室咧，就吊下大家入我哋講嘅呢一個
當基督教遇上外星人咧，我哋講第一集先，第二集就會繼續講埋咧第4至第7未來人啦、美國政府嘅陰謀，同埋咧係第4維度或者更高維度，同埋大洪水前人類即係撤離再翻嚟嚇，咁當然咧一會問喂，咁佢點解佢翻嚟啊？鬼鬼祟祟啊？係咯，唔係米奇老鼠啊嘅。係啦，點解唔識蒲頭咧？咩原因咧？咁我哋又會到時又講下啲人嘅學嘅講法，好唔好？好，咁咧有興趣嘅朋友咧，其實咧就可以繼續留意啦。咁同埋或者你可以留言啦。咁樣留言我哋會睇下，我有時間會答翻大家，或者你想睇翻一啲嘅所謂叫做參考書啊，或者呢啲片啊。頭先嗰啲有啲係啲片嚟嘅，譬如呢個係葉大維博士牧師佢嘅片啦，即係呢個嚇，佢係拍咗條片，佢自己講㗎，佢講佢嘅見解啊咁樣。咁所以咧，因為我部分嘅資料搜集都係將佢哋 YouTube 上面講嘢啊，佢嘅片嘅內容咧，將文字寫低咗，或者有啲咧喺佢哋嘅 website 啊，或者佢哋曾經發表過文章咧，撮錄咗落嚟咁樣。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睇翻原稿咧，咁就即係可以問我啦。咁同埋其實，譬如頭先講個女科學家講未來人，其實佢都係講，佢雖然係條片係佢講，但係講得唔係好詳盡，同埋都有啲地方佢都係欲言又止嘅，咁啊所以咧就咁亦都係佢嘅講法啦。呢啲係佢嘅講法，其實佢都冇提出到證據，佢哋好難話有咩證據，即係講佢認為嘅外星人就係未來人嚟㗎，咩47000年452,000年後嘅人類啊，咁啊好有趣嘅嘢嚟嘅。咁亦都咧，佢亦都冇講咧點解未來人要翻嚟呢度。佢冇講點解，佢就話佢係未來人。咁佢有講嘅就點解會有呢啲未來人啦？講咗3個可能性，點解會有未來人啊？佢講到將來即係地球啊，唔知20幾多年啊，發生有類似大災難啊、核爆啊，即係類似嘅嘢，所以導致到咧就有未來人嘅，即係推算啲未來人翻嚟有啲目的嘅。係啦，好犀利啊！咁我哋又會係我哋 Frankie 牧師當下集繼續係。咁咧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又要賣下廣告啦，幫我哋聖腓力堂。咁我哋明天早上繼續，雖然聽日咧就唔係講外星人啦，聽日咧就係我哋講阿何牧師嘅講章啊，因為何牧師咧唔能夠嚟到香港。咁我哋聽朝我哋繼續10點半，有我哋路德會聖腓力堂現場崇拜10點半，我哋有 K1 至 K3 幼兒嘅小學幼兒嘅主學小1以上，我哋有歌 team 嘅主學，歡迎大家咧嚟到參加我哋嘅崇拜嘅。咁並且咧，我哋亦都係即係歡迎大家嚟到我哋當中。咁亦都鼓勵啦，當中聽咗好多呢啲今日啊比較啲好啲好怪嘅嘢都好。咁如果各位朋友你係翻過教會或者翻開教會，或者依家好多原因冇翻教會，我鼓勵你翻教會。當你翻教會就唔一定要捉住你個牧師傳道人問外星人嘅。咁你翻去咧當中同我哋傾下偈啊，分享下，讓佢關心下你啦。咁我哋路德會聖腓力堂都歡迎你。如果你住喺觀塘區一帶，而你又因為好多原因你唔想翻去你原本嘅教會，我哋歡迎你嚟到我哋翠屏村翠安樓，即係喺觀塘翠屏村麥當勞行前少少就會見到間美心餅店同 OK 便利店，中間有條巷行入去，有部電梯，電梯近 P 字，電梯 P 字出 lift 之後轉左手邊，你就見到路德會聖腓力堂幼稚園，路德會聖腓力堂幼稚園，你行到去嗰度門口入嚟就係我哋路德會聖腓力堂，我們歡迎你。多謝大家收看今集嘅 Frankie 牧師檔案室，我哋咧下集第2集繼續講翻咧第4至第7嗰個嘅好精彩嘅片段嘅解釋啦。好，多謝大家，拜拜。